龜苓膏認住佢執數。海天堂鮮製龜苓膏點解成為香港最出名嘅品牌？因為佢用料新鮮、甘而不苦，功效一流。海天堂龜苓膏採用成本昂貴嘅新鮮龜板同新鮮土茯苓，配合名貴中藥，以曬、炒、蒸、熬煉30小時而成，不寒不燥。新鮮龜板入邊嘅膠質對修補細胞、強壯機能、鞏固內臟極為有效，真係食得有功效，貴得有道理。海天堂龜苓膏對暗瘡、喉痛、飛滋、口氣、屙嘔、肚痛、痔瘡、便秘特別有效。海天堂龜苓膏更同時具備美容養顏嘅功效，喺香港同澳門係女士們必食嘅美容妙品。由於排清體內毒素，令血液運行得好，面色自然紅潤，皮膚自然嫩滑，暗瘡都要講聲拜拜啦。小朋友食得熱氣嘢多，毒素積聚，又唔肯飲苦茶，最好食返盅海天堂龜苓膏，既可排毒，又可強壯機能。新鮮龜板同新鮮土茯苓本身都帶甘味，不帶苦味，所以真正嘅龜苓膏係甘而不苦㗎。一般市面售賣嘅龜苓膏將貨就價，以普通嘅24味藥材做引，有良心就加啲乾龜板製成，功效就大打折扣啦。並且誤導市民話越苦功效就越好，其實消費者只係食到啲寒涼嘅苦草，食多2碗肯定頭暈眼花。呢啲龜苓膏真係得個名啫。試問3幾蚊嘅龜苓膏可以俾到你幾多龜板嘅成分呢？海天堂龜苓膏喺香港有口碑，功效好就係人都知，仲得到好多傳媒介紹，如翡翠台城市追擊、本港台創富者、澳門電視台、蘋果日報、東周刊、TVB 周刊等都極力推介，連日本電視台都越洋到香港作專題報導。其實海天堂龜苓膏亦有好多日本捧場客。金錢龜清熱度，幫助調理機能，但一定要新鮮，配合埋珍貴中藥，用心提煉，先至可以發揮保健同美容嘅功效。甘鹽苦先至係正宗啊！海天堂用心去做嘅龜苓膏，有啲認到就岌頭，係佢。肯定係啊係啊，正宗龜苓膏認住佢執數。點燈，二房點燈，三房點燈。身體好先至可以心想事成，食盅海天堂龜苓膠啦！海天堂龜苓膠強腰腎壯機能，想點就點。天地有正氣，海天堂正宗龜苓膏，排毒、養顏、強身。中國人再無東亞病夫。海天堂。飲海天堂感冒茶，有事醫感冒，冇事身體好。